想揾又平又靚個商鋪個老闆啊，今日繼續幫你大家玩套間商鋪嚇，係位於我哋幸福上城啊，同埋翡翠館嗰邊個鋪頭啊，60平方啊，上下兩層有6米高，總價碼高啊，拍俾大家睇睇就啱心水嘛。嗱，嗰邊係站北路啊，入來嗰度係翡翠館。就係我哋呢度個長房旁邊嘅間嚇，入邊有60平方，上下兩層，依家租緊差唔多5000蚊紙。嗰度話呢有2個大小區，有寫字樓，亦有成萬戶人住㗎嚇，係非常之旺嘅呢條街嚇，基本冇咩鋪頭出租嘅。依家房東嗰邊一口價120幾萬，中意就過嚟睇睇下。